歐洲歌唱大賽唔只係唱歌。2026年歐洲歌唱大賽喺維也納落幕，保加利亞歌手 Dara 憑 Bangaranga 奪冠，為保加利亞攞到首次冠軍。以色列第二，羅馬尼亞第三，澳洲第四，英國就再次成為輸家，只得1分包尾。呢個結果表面上只係一晚娛樂新聞，實際上卻展示咗 Eurovision 嘅真正本質。佢唔係歐盟節目，亦唔係純粹音樂比賽，而係一套由公共廣播、國家形象、觀眾投票、商業利益同社會認同交織而成嘅歐洲文化制度。Eurovision 誕生於1956年，背景係戰後歐洲重建。當時歐洲各國需要嘅唔只係鋼鐵、煤炭同邊界安排，仲需要一種可以共同觀看、共同參與、共同想象和平嘅公共文化。歐洲廣播聯盟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（EBU） 創辦呢場比賽，目的唔係建立一個音樂市場，而係利用電視技術將唔同國家連接埋一齊。最初只有7個國家參加，今日已成為全球最大型嘅直播娛樂節目之一，每年吸引數以億計觀眾。呢個解釋咗點解英國、以色列、瑞士、挪威甚至澳洲都可以參與。Eurovision 嘅資格基礎唔係歐盟成員身份，而係歐洲廣播聯盟會員或者獲邀參與嘅廣播機構。英國即使脫歐，BBC 仍然係 EBU 嘅核心成員，所以繼續參賽。以色列地理上唔喺歐洲，但其公共廣播機構長期屬於 EBU 體系，所以有參賽資格。澳洲就因為當地觀眾基礎龐大而獲邀參加。Eurovision 早已唔係地理概念，而係一個以廣播網絡同共同文化參與為基礎嘅制度。呢套制度有龐大嘅商業價值，主辦城市可以獲得大量旅客同全球曝光。酒店、餐飲、交通同旅遊業直接受惠，參賽歌手可以一夜成名，廣播機構獲得高收視，贊助商就可以接觸跨國觀眾。2023年，利物浦代替因戰爭未能主辦嘅烏克蘭承辦賽事，正好顯示 Eurovision 嘅雙重功能，即係大型娛樂活動，亦係城市品牌同國家形象工程。Eurovision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勝利唔只係獎項，仲係責任。冠軍國通常會獲得翌年主辦權，呢個令比賽同一般音樂獎項唔同。贏家得到國際曝光、旅遊機會同國家形象紅利，同時都接下一張大賬單，一場大型保安行動同一次行政能力測試。多數國家當然希望勝出，因為 Eurovision 係難得嘅軟實力舞台，但呢套制度都令勝利帶有成本。對部分財政較弱、行政能力有限或者安全風險較高嘅廣播機構嚟講，冠軍可能係一種甜蜜負擔。Eurovision 嘅獨特之處就係將榮耀、風險同公共開支綁喺同一個獎杯之上。但 Eurovision 嘅價值唔只係經濟，佢嘅長期生命力來自社會凝聚。每年數以億計觀眾喺同一晚觀看同一場節目，為唔同語言、服裝同文化風格投票。對 LGBTQ+ 社群嚟講，Eurovision 長期係一個相對開放嘅主流平台，讓多元身份同非傳統表演形式得到廣泛接受。呢種包容性令佢成為歐洲少數仍然可以跨越國界、世代同身份差異嘅共同文化儀式。2026年嘅贏家唔只係保加利亞，保加利亞透過一首歌大幅提升國際曝光，係國家品牌嘅贏家。以色列喺高度爭議中仍然取得亞軍，顯示 Eurovision 嘅投票結果唔完全等同外交立場。澳洲再次名列前茅，則證明只要掌握呢套文化語言，即使唔喺歐洲，都可以成為制度中嘅核心參與者。輸家同樣值得注意，英國作為5大國 Big Five 之一，憑對 EBU 嘅財務貢獻自動晉級決賽，卻再次包尾，反映制度優勢無法取代歌曲同舞台本身嘅吸引力。
另一批輸家就係選擇退出嘅國家，西班牙、愛爾蘭、荷蘭、斯洛文尼亞同冰島因為抗議以色列參賽而缺席。政治信息清楚，但都失去咗自己嘅舞台。國際制度嘅現實往往係咁，離場可以表態，留場先有持續影響力。Eurovision 最大嘅矛盾就係佢一方面聲稱自己唔係政治比賽，另一方面又無法同政治切割。國旗、語言、戰爭、移民、社群同歷史記憶都會影響投票同觀眾反應。主辦方能做嘅只係透過規則盡量維持程序公信力，而唔係消除政治本身。Eurovision 之所以值得關注，正因為佢唔只係唱歌，佢將文化、商業、外交同身份政治放喺同一個舞台上，讓歐洲每年用一晚時間觀看自己嘅矛盾。保加利亞奪冠，英國包尾，以色列高票，部分國家缺席，呢啲都唔係偶然，而係制度運作嘅自然結果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